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现主是来团练今仔日要唱的诗歌。咱先练第一首《圣诗45首》。PPT 麻烦一下。来 PPT 麻烦一下，45首。45首，事亲。咱先听琴弹。来，咱斗阵唱第一节咯，预备，来。PPT。来，咱第一节搁一摆吼，来 PPT 先到第一节，好，预备，来。今仔日有一首圣诗78首，咱要用真特别的方式来唱，请咱看圣诗78首。咱为第4节来吟，这首诗是较活泼，耶稣耶稣应听充满愿，咱做伙来唱一间。同齐来吟。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充满愿，甲阮来服务，主你所安排主便，要互咱应回去路，亲像落福来服务，原应该安尼甘美。当我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充满愿，甲阮来服务，主你所安排主便。好，请咱来做伙读第1节的歌词。远离家乡孤单阁无伴，伫苦痛日子。脚步若千斤重，满面忧愁真郁卒，穿破衫满面有话，满身有话，心情起落唱哀歌悲伤。远离家乡孤单阁无伴，伫苦痛日子，脚步行若千斤重。咱来唱第1节，3来。远离家乡，孤单阁无伴，伫苦痛日子，脚步行若千斤重。满面忧愁真郁卒，穿破衫满身有话。心情起落像海歌，悲
弟兄，万里家乡，孤单个不破的课堂日记，他不惊那青滚动。好，请咱来看第二节的歌词，大家做伙来念一解。来听，来听，送乡甲伤心，受关得头棒，安慰自由好消息，轻轻的脚步来行，满满笑容来相随，精彩衣裳所表现信心。来听，来听，送乡甲伤心，受关得头棒，安慰自由好消息。第三节歌词做伙来念，大声唱歌，这喜乐诗歌，互咱大欢喜，快乐跳舞来庆贺，庆贺咱赢过失丧。光明搭赶线黑暗，无煞歌声咱永远娱乐。大声唱歌。这喜乐诗歌，互咱大欢喜，快乐跳舞来庆贺。咱第二节甲第三节来唱一解，三来。来听，送乡甲伤心，受歌的头棒，安慰自由好消息。轻轻的脚步来行，满满笑容来相随，精彩衣裳所表现信心。来听，来听，送乡甲伤心，受怪的头棒。安慰自由好消息。第三节大声唱歌，大声唱歌，这喜乐诗歌，互咱的欢喜，快乐跳舞来庆贺，庆贺咱赢过失丧。光明搭歌山黑暗，无煞歌声咱永远娱乐。大声唱歌，这喜乐诗歌，互咱大欢喜，快乐跳舞来庆贺。
来啊，咱来唱歌学老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，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着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的大君王。圣诗第45首，咱来吟学老大笔的后裔，请起立。游玩徛地，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PPT。你着囝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神旨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你。就是恁着相疼，亲像我捌疼恁，恁也着安尼相疼。恁若相疼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来看启应文第56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姐来引。启应文第56篇，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
一切受造的逐项，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，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遐个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。道成做人，踮伫咱中间。阮有看见伊的荣耀，伊对伊满满的恩典。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无人捌看见上帝。请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圣子耶稣，道成肉体，来到阮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，满有慈悲甲怜悯，要赦免一切仰望十字架的罪人。当阮夜头仰望十架，阮深知，阮充满罪恶的本性，常常得罪你，袂记得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主啊，你知阮一切的罪过，总是你用你的保护赎回阮，用你的疼催逼阮，叫阮无搁为家己来活，着为主来活。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大疼痛，感谢你无穷尽的仁爱。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，你的信实透到穹苍。感谢你的景调，互阮有份伫上帝国的起造。求你用疼充满阮，教导阮着安怎来服侍遐个你带来到阮面前的兄弟姊妹，无论好野善者，无论种族亲疏。主耶稣，伫即个圣诞的节期，阮知伫世界最侪的角落，也有人因为战争来死失夭饿，因为残忍的执政者来受压迫，生活伫痛苦、惊吓、苦难的当中。主上帝，求你伸手攻击遐个对人施强暴的执政者，互因赶紧消失，亲像水流了了，亲像草受吞打去。愿遐个受压迫的人，早一日得到公义实现，得到自由甲透放。愿送乡的人，早一日得到饱足、温暖甲安慰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互阮的心平静，互阮的心坚定。阮的心要静静专心听候你，只有你是阮的石盘，阮的拯救。阮要将1月13台湾的选举交托伫你的圣手。伫即个选情紧张的时阵，阮看到有歪曲事实的，有自高骄傲的，有联合对敌要来恐吓阮的。主啊，总是你是阮的堡垒，阮的石盘。求你，互阮的心拢袂动摇，深信你掌管一切。求你赐智慧互阮，会晓辨明消息的真假，看清楚人的纯情也是亏诈。主啊，阮的心要静静专心听候你，关灵属伫你，主爱嘛属伫你。阮要伫万民中感谢你，伫列邦中称赞你。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你的阳光遍照全地。今日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尊贵的圣名，阿门。
赞美。赞美，请圣歌队带领咱来献上俄乐。我的心神因为主来欢喜。我
享受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11节。只管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伊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予散赤人，医治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的出监牢。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。伫锡安悲哀的人，伊赐因花冠代替恢复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。因受称作公义的上唱，是上主栽种的，要显明伊家己的荣光。因为重建久久趴远的地，修建早前毁坏的所在，定在起造世世代代荒废的城市。外族人为来饲恁的羊群，外国人为替恁建造田园，照顾恁的葡萄园。恁要叫做上主的祭司，侍奉咱的上帝。恁会得到列国的财物。享受因的财富来夸口，恁有受到上倍的凌辱。人想讲凌辱是恁应得的份业，总是恁会伫家己的土地得到上倍的产业，恁的欢喜会永远存续。我上主意爱公平，厌恶抢夺甲犯罪。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。要甲因立永远的约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中为真出名，因的子孙伫万民中有好名声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我会因为上主大大欢喜，因为我的上帝快乐。上帝用拯救做衫甲我穿，用胜利做外袍甲我抹。亲像新郎戴花冠，新娘挂珠宝，拄亲像土地，互种子补个，田园互所野的生长。至高的上主为互胜利甲赞美，伫万国的面前开花结籽。讲道行吧，唱喜乐的歌，请老牧师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。当管三组织做一伙愿吟喜乐的诗歌，当管三组织做一伙愿也通过你的话做伙向前来跑走。愿主点伫阮逐人的心里帮助阮，互阮坚固，互阮得到勇敢。点伫每一日，阮活出活泼的心情，互阮搁较高来军队里，搁较高来成做正人的祝福。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这位大家平安。踮伫台湾的处境中间，咱侪侪人一直拢期待，咱会当不断进步，会当一直向顶悬来爬。所以我拄着足侪朋友，因囝仔咧做生理的，当因面对着生理真困难，开始拄着一寡挑战的时阵，因拢会用尽一切的办法，无论是想要搁较侪的宣传，想要搁较侪、搁较有广告，因拍拼努力。想要互家己的业绩会当愈来愈提升，毋过当有当时啊提升了，即个月袂歹，后一个月搁跋落去的时阵，毋知影咱会安怎看咧？有当时啊，即个月咧提升，后个月搁跋落去。有一个朋友伊就开始咧甲我讲，伊不断咧敲揣，看到底是啥物原因，啊，就一直甲我分享讲。我应该是吼某一天我拄着啥物人啊，伊就较衰。所以地到我就缀咧衰，我就听伊继续讲，好搁来咧，一定是某日子，我搁去缀，目着啥物无好的物件，所以地到我最近运势较无好，所以讲到上尾就会发现讲，哦，原来牧师爱替因祈祷，拢是爱改运。咱的人生一直期待会当不断向顶悬爬，但是咱真少去面对人生另外一个事实是，
咱是踮伫落山的过程中间学习，看上帝怎样带领咱。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伊拍一支片，最近咧踮伫电影院咧播，这是一篇纪录片，伊咧记录2个人咧走中央山脉大纵走。这个导演就缀伊咧翕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导演。定定甲我有侪分享，嘛踮伫服侍顶面，甲我会当做伙合作。伊咧翕这出片的时阵，伊嘛讲险咧跋落去，家己咧翕，干咧顾咧翕，翕的过程中间，哪亲像要跋落去共款。最后伊写一段话，当伊这出片完成了后，伊讲吼，踮伫咱的所在，踮伫台湾。所有的长辈拢咧教咱安怎上山，但是从来毋捌去面对讲落山才是重点，因为咱拢会认为落山行对下骹落去，这是失败。所以伊伫咧表达讲，其实重要的是啥物？重要的是落山咱如何做准备。所以伊讲，伊咧拍的时阵，看这2个人踮伫遐中央山脉踮伫遮，一直咧走的过程中间，伊发现讲，上山落山咧代表人生一直是踮伫一寡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间。伫这个变化的过程中间，继续向前行，这才是人生。但是相信讲，有一个保护者甲因伫地，有一个保护者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带咱向前行。咱才会当看到真实最后的成果，才会当看到真实的胜利。我对于这段话，我得到真大的感动。侪人，咱敢若想要上山，敢若想要不断，互咱的人生，哪亲像一直往顶悬咧爬。但是人生确实是咧面对，一直咧处落去，一直咧面对变化的事实。就伫这个变化的事实，踮伫哪亲像会跋到到伫山谷底的时阵，咱去仰望到底主怎样带咱向前行。毋过这当然是困难的，因为当咱咧上山不断咧向顶悬的时阵，咱拢会吟喜乐的歌。一直咧面对失败、面对要跋落去的时阵，咱会一直咧吟哀歌。但是踮伫主的听内面。检采伊的应允是要带咱踮伫每一个时刻中间，拢咧见证伊的听永远伫地。今仔日咱读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是先知书内底上长的一篇书。这个先知书内底总共有66卷，66章内面有人就会讲，这大概有分3个部分啦。第一个部分对第1章来到第39章，这是头一个部分。这发生踮伫以色列，哪亲像一直咧面对着咧罪恶中间，一直伫遐咧洗，一直伫遐咧洗的过程。发生踮伫以色列，互人受掠到伫巴比伦进前的代志。拥有稳定的以色列人，靠家己的想法，行伫错误的道路中间。所以以赛亚的任务就是爱提醒大家讲，必须爱悔改。必须爱悔改，归回上帝的道路，无咱必然会面对受掠的事实。所以这是以赛亚的任务，伊受到上帝的呼召，爱去宣讲上帝的信息，讲大家人爱悔改。以赛亚书另外一段咱真熟悉的经文出现踮伫头前，伊讲有啥物人愿意为着咱去咧？大家人拢会讲，我伫遮，请找见我。这是以赛亚书大家人真熟悉的一段圣经节，但是这段圣经节后壁咧写啥物？若是咱来看第6章第9节遐开始，伊就咧讲吼，你要去宣讲，但是这个人安怎？头壳乌涂，耳孔足重的，目睭啥物物件拢看无，所以咧，因看袂有，听袂有，嘛想袂通。所以这咧提醒先知以赛亚，你即马去，无论你安怎讲道，下面的人会安怎，无人要插你，你会面对失败的事实。对以赛亚来讲，这是挑战。咱想看卖，到底啥物人愿意去面对？讲我今仔日出去分享上帝的见证，未去进前，上帝就甲咱讲，这个人袂听。
还未去进前，还未开始讲进前，遮个人就上帝就讲啊，遮个人绝对袂听你的话，遮个人绝对无要接受你所讲的信息。问题就出伫遮，如果咱知影，侪人无愿意听咱的信息，你敢愿意遵照上帝的心意继续向前吗？以赛亚照安尼去行，伊清楚知影，以色列会不断向下面不断跋落，伊会看到整个以色列面对灭亡的事实，那亲像上树和规个斩掉，最后敢若剩一块啊，讲鱼干，剩伫遐。但是上帝嘛讲啊，这个村呢，就是我的子民因永远有新的可能，踮伫遮要看见新的愿望，要看见重建家园的愿望，忠心去面对这个世界会反对你，去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人会无愿意听你的话，会无愿意听上帝的话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你的号召就是忠心踮伫遐。为着主做见证，这是第1章到第39章以赛亚所面对的事实。对第40章到55章进入到第2个部分，踮伫这第2个部分，以色列受掠到伫巴比伦，因离开家己的家乡，离开上帝的圣殿。巴比伦是迄当时上界强的权力者。人面对这个事实，那亲像因的心愈拔愈深，拔到伫深渊，毋知影要阁安怎继续向前。人的生命定定嘛是安尼，面对着侪困难、困苦、挑战的时阵，咱的心嘛一直那亲像拔落去共款，拔到伫深渊底，咱期待啥物？踮伫40章到55章这中间出现4条罗卜的诗歌，出现4条罗卜的诗歌，对42章、49章、50章甲52章4条仆人的诗歌，显明先知的使命。这4条歌嘛咧讲的就是罗卜的身份。伊所咧表达的是咱的服侍会面对受苦，咱的服侍会面对侪打击。这个罗卜会为着人会犯错、受害、受着鞭挞、受着地伤，但是上帝永远会予咱最后的胜利。这是40章到55章伊所要表达的。所以这咱看头2个部分的时阵，咱会看见讲以色列那亲像对顶悬一直咧跋落，跋到伫深渊，但是上帝的应允永远无离开咱。上帝的应允是透过伊尽中的罗卜显示踮伫因的面前，也就是踮伫圣诞的时，咱所咧讲的信息。虽然整个的世界踮伫深渊的中间，踮伫困苦的中间，总是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真侪人行过甲咱每一个人同款的路。伊经验过咱所承受的打击甲痛苦，也照着安尼，耶稣基督真清楚体会咱每一个人生命的艰苦、生命的忧伤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会当勇敢向头前来跑走，咱会当勇敢一步一步去看见上帝踮伫上界歹的环境中间，伊悠远咧讲话。所以进入到伫以赛亚书的第3部分，咱会看见讲，虽然看起来人生的路是一直下面咧跋落去，到伫深渊，但是上帝的话是一直带咱安怎不断向头前、向顶悬来爬。这是信心的气力带咱，那亲像鹰鸟展翅飞悬。所以咱咧看以赛亚书的时阵，会当看见。人生靠家己的气力，哪亲像跋到伫无法度。当咱承认家己无法度，真实知影爱悔改的时阵，上帝的气力帮助咱要搁继续爬起来，要定心不断，愈爬愈悬，唱出喜乐的诗歌。所以61章对咱讲，
至关上帝的心临到伫我，因为上主应由抹我，因由抹我，找我做啥物？传好消息，互散车人，医治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棒，受关的出家牢。每一个受压迫的人，要真实得到自由，要真实得到讨棒。哪读就愈发现讲，这个情绪是愈来愈强。伊阁继续宣布，这是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替咱的子民伸冤的日。安慰每一个悲哀的人，用什么欢喜的油要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，因拢要称作公义的上手。原本是迄个独调的，现在要成做公义的上手。当以色列人受掠离开家己故乡的时阵，骹步震动，心内底有罪。敢若会当吟诗，敢若会当吟悲歌，敢若会当吟出悲哀的诗歌。但是上帝的话是一个不断推动咱，伊带互咱一个新的愿望，是一直杀力向前讲。这个好消息，互每一个散车的人要得到祝福，互每一个心灵破碎的人要得到医治，每一个受掠的人要重新搁爬起来。咱确实会当得到自由，咱确实会当得到新的愿望。所以，恁是上主的祭司，咱会得到这上帝所赏赐咱超越过咱所想象的一切。若是咱敢若看咱家己，咱就会必然点伫面对失去健康、失去体力、失去侪物件的过程中间，不断向下面爬落去。但是如果焦点是上帝，咱就会看到，讲是上帝的开力帮助咱，一直向顶悬来爬，一直向顶悬来爬。到第61章，到第上尾啊，伊阁继续强调讲，我会因为上主大大欢喜，因为我上帝快乐，上帝用拯救做衫甲我穿，用胜利做外袍甲我满，亲像新郎戴花冠，新娘挂珠宝共款。迄是一个庆贺的场所出现点伫咱的面前，伊一个这庆贺的画面，不断点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咧唱出欢喜的诗歌，点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咧唱出生命的愿望。这就是咱对大抗咧迎接圣诞的一个过程。所以点伫大港节，咱对开始有愿望了后，生出咱的信心。有愿望生出信心，对信心开始进入到咱会当吟喜乐的歌，是生命值得咱庆贺，是上帝点伫咱的生命掌权，值得咱会当继续唱出这条人生恶乐的歌。人的欢喜，毋是因为得到钱财、得到地位，毋是因为看会到的尊严，毋是因为世界所认为你一定要爬悬，你一定要得到成功。人生命真实的欢喜是咱知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永远有一个快乐，赢过这一切，然后伊是带咱向前来跑走的。就算讲巴比伦这个国家是偌尔有快乐，偌尔强势，但是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上赞，会成做这个世界上界重要。那亲像一个花园内面，这是上界重要的作物。互咱会当庆贺拯救的好消息，所以读以赛亚书的时阵，伊咧带咱看咱每一个人的生命。就算讲咱啊，亲像一直咧跋倒深渊，感觉有足，感觉艰苦，感觉软弱，但是主已经赐咱开力，带互咱愿望一直向顶悬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一直爬。咱要讲的是，这是咱的信仰，这是咱的生命。咱侪人会因为咱的生命，通得到福气。一支一支蜡烛咧点，咱看见主的光已经来。点伫历代的中间，上帝嘛不断使用伊尽忠的罗卜，咧宣讲庆贺生命的信息。上界出名的一个人，可能叫做马丁路德金恩。点伫美国。面对着黑人的权力受到打击、受到歧视的时阵，
伊迄篇真重要的信息叫做啥物？咱拢知嘛 ？I have dream， 我有一个梦。伊讲我有一个梦，伊想要看啥物？伊讲我有一个梦，我期待规个国家会当徛起来，去宣告讲每一个人拢生成做平等的真理。这是伊的梦。伊讲我有一个梦，主人甲奴仆的囡仔会当相做伙，会当相交陪。我有一个梦，一个不羁甲压迫的所在会当成做自由甲正义的所在。我有一个梦，人是因为品格，毋是因为你生做啥物人来评断你的价值。我有一个梦，伫迄个上界无公平的所在，黑人甲白人的囡仔会当亲像兄弟姊妹手牵手。我有一个梦，期待有一天，每一个山谷拢会当颠复平，每一个大山细山拢会当互伊铲平，弯翘的所在会成做直，会当看见上帝的阳光点伫遮。当伊咧宣讲的时阵，伊所讲的是愿望，伊所讲的是信心，伊所讲的是庆贺，是喜乐。咱真正去体会，伊所领受的快乐到底是啥物？人会当带着改变，是因为咱真正亲信我所做的服侍，我所宣讲的信息，会带来这个世界的转变，会影响整个的世界。有这个期待，有这个愿望，带着这个信心的时阵，当咱吟诗，当咱宣讲，当咱服侍的过程，那亲像一个庆贺的生命，不断带咱向顶悬来爬起哩，那迎照展翅飞悬，要去改变这个世界。今仔日的台湾面对遮尔济的困难甲挑战，面对着青年人现实处境、艰苦的处境，老大人需要照顾的事实。也面对着整个国际经济对台湾的不利，面对着遮尔济压迫的处境中间，咱知这是困难，但是天地现象，一切拢未改变。如果咱所讲的敢若是现象，一切拢是共款，咱犹原面对艰苦，犹原面对打击，犹原面对着济对方对咱的攻击，但是咱怎样相信？如果咱的生命是一个庆贺的生命，是主基督点伫咱生命中间，互咱拥有力量，这个世界会因为咱充满无共款，这个社会会因为咱的快乐带出新的可能性，这个社会会因为咱点伫遮。所以身躯边的人会照着咱，搁重新徛起来，会照着咱的力量，一点一滴去改变这个社会，互点伫受压迫的人重新得到自由，受掠的人得到讨放，受苦的人重新看见，就算讲点伫行无路的时阵，这个世界犹原有新的可能。这是咱的信仰，基督徒。永远毋是坐点伫教会内面，讲主啊主啊，我点伫遮真好。基督徒所领受的呼召是，这个世界会因为咱发生新的可能，会因为咱军队基督的形象，这个世界会充满，会带来新的上赞的声音，会带来庆贺的声音。每一个人的生命会影响咱身躯边的人。人生上界深的期待是上帝的奥秘，咱的生命是值得庆贺的，因为咱就是上帝上界美好的创造。每一天，咱拢会当称颂上主的作为，因为伊的恩典已经甲咱伫地，咱会当做伙行。咱会当做伙吟诗，咱会当吟喜乐的诗歌，因为每一个咱所经过的所在，
光明就会赶散黑暗，庆贺会赢过每一个跨路，会赢过每一个捆绑。咱是上帝的子民，咱是耶稣基督的囝儿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降生踮伫这个世间，这个光也已经通过咱每一个人，要带到伫咱的身躯边。四周的人确实会因为咱得到祝福。请咱同齐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行吧，饮吧，喜乐的时歌。远离家乡迄日，脚步有千斤重，面容有偌狼狽，衣裳满是尘埃，心中满是哀伤。对这粒到迄粒，因悲哀的时歌。送乡的人、伤心的人、受掠的人、封关的人，来吧，听吧。满足的好消息，安慰的好消息，透放的好消息，自由的好消息。行吧，轻松的脚步，满意的笑容，缤纷的衣裳，不羁的信心。行吧，这是一首喜乐的歌，咱欢喜，咱跳舞，庆贺搬过跨路，光明赶散黑暗。学落的歌声永远无煞，咱的生命值得学落。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做工，每一个所在会因为咱的出现，带来新的祝福，带来新的开展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。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充满管。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充满管，教阮来服务，主你所安排事边，让互阮去加归路，亲像罗布来服务。应该安尼甲你同我，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充满阮，甲阮来服务，你所安排事边，阮的家乡。孤单搁无伴，伊苦痛日子，脚步行那千斤重。满面忧愁真有准，轻看衫满身有味，心情起落像爱歌悲伤。愿你家乡，孤单搁无伴，苦痛日子，脚步行那千斤重。来听，来听，颂腔甲伤心，受怪的头帮。安慰自由好消息，轻轻地脚步来行，满满笑容来洒水，并彩衣酒所表现信心。来听，来听。颂腔甲伤心，受怪的头帮，安慰自由好消息。大
大声唱歌，这喜乐是我，互咱大欢喜，快乐跳舞来庆贺，庆贺咱也过一爽，光明大歌山河红。无山歌声咱永远学乐，大声唱歌，这喜乐是我，互咱大欢喜，快乐跳舞来庆贺。耶稣，耶稣。因兄充满关，加关来服务，求你所安排慈悲，听好关屈加归路，亲像萝卜来服务，愿应该安尼甲你同愿。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充满关，加关来服务，主你所安排慈悲。同齐来祈祷，主当愿自执点伫你的面前，愿是软弱，愿是。拄着济世间压力的捆绑甲压制，总是阮相信，当主耶稣降生点伫地上的时，光明已经赶散黑暗，庆贺已经赢过每一个物质，互阮会当看见受了的人得到自由，病痛的人得到医治，软弱的人。得到坚强，主，阮的性命已经得到你极大的稳定，阮的性命通成做济人的祝福。当阮坚固徛在，当阮勇敢宣扬，当阮踏出服侍的脚步，到伫每一个厝边，到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的时阵，阮会看见新的愿望。当阮勇敢庆贺阮的性命，因为阮拢是你所创造的时，这个国家、这个社会也必然要带来新的改变。愿你用疼充满阮，互阮用疼来服务每一个出现点伫阮身躯边的人，互你的疼充满点伫这个世界。祈祷靠耶稣的性命，阿免。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，咱同齐来分享甲报告。咱的圣经学堂的进度点伫即礼拜三，咱会读到伫使徒行传22章，咱要对22节读到23章的11节，所以欢迎咱会当点礼拜三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好，咱后主日就要庆祝圣诞节，所以咱后主日是联合礼拜，嘛搁一摆甲咱大家相提醒，因为咱后礼拜是对9点半开始吼，咱后礼拜联合礼拜是对9点半开始，因为咱礼拜三以后会做伙到伫对面的社区发展中心，踮伫遐有圣诞爱餐，所以咱后礼拜对面无法度停车吼，请咱会当来大家人斗协作，所以咱后礼拜可能爱用早出门来这附近来找停车的所在，所以咱后礼拜的时间，咱礼拜的时间是9点半，9点半咱礼拜刷了后，咱就会做伙到伫对面来做伙咱的圣诞爱餐，所以搁一摆来提醒咱大家。好，搁来咱即礼拜拜六主日学，咱的教会会踮伫社区来报佳音吼。所以咱即礼拜拜六，咱的社区报佳音是7点要对教会出门，所以若是有意愿的兄弟姊妹，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加。过来第三，咱后主日就是应该是讲后主日就是12月31吼，这是今年度最后一个主日，拄啊好是主日吼，所以拄啊好是12月31号，所以咱迄天暗时11点。会踮伫咱大礼拜堂来举行跨年的祈祷会，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加。所以嘛，因为12月31号拄好就是最后一个主日，所以若是要踮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姊妹嘛，请咱会当注意吼，就是今年度最后一个奉献的主日，就是到伫12月31号，所以才会当互咱包括汇款特别来注意，安尼才会当互咱的财务这边会当来做这个作业。好，过来明年度1月14甲21，咱会进行咱2023年度会计甲务册的检查，所以请咱的团契甲机构会当做伙来备办好势吼。好儿童主日学踮伫寒假，时间拢过了足紧的，真紧就要放寒假。儿童主日学会踮伫1月25到28来举行这和乐融融儿童合唱营吼。所以欢迎咱，若是厝内底有囡仔想要参加合唱营，会当踊跃来参加。讲这是未来圣歌队，未来的圣歌队，所以欢迎咱有囡仔会当做伙来参与。所以报名的时间对今仔日就一定拢会当报名，时间是到1月14，所以请咱厝内底若是有1年级到6年的囡仔，欢迎咱会当做伙来报名。好今仔日咱有小倩的阿姐吼，洪永哲教授甲伊的太太，因对美国返来伫咱中间吼，做伙欢迎因吼，欢迎伊会当返来踮伫咱中间。好，请坐。我头拄看到魏玲姐的阿哥对无？魏玲姐的阿哥嘛对美国返来踮伫中央遮。最近咱渐渐会有咱对国外返来的兄弟姊妹所以嘛。欢迎咱会当踮伫主的厅内面彼此交陪甲分享。好，咱等来读金句。本周的金句我来读一遍，兄弟来读2遍。好，只管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我以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互送向人、散架人。伊伫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的出监牢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。好，咱来读2遍。只管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伊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互散架人。伊伫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的出监牢。搁一摆，只管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
伊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互散车人，伊伫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的出家牢。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，祝福车恳，圣诗第400首，愿上主甲你同在，请起立，吟诗线请牧师祝祷。愿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福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愿向主的天堂，亲像等到我罪，你蒙我暗暝看基主的光，愿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福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天堂，亲像等到我罪，你蒙我暗暝看基主的光。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地地，互咱传播好消息，互每一个散车的人，以致每一个心灵破碎的人，互受掠的得到讨放，软弱的人得到坚强，将祝福带到你济济需要的所在。愿咱得到这个福气，对达得到永世代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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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